西班牙有很多保存完整的古罗马时代的古城，但以奥古斯都大帝命名的城市只有萨拉戈萨。凭啥？没啥，就是任性。埃布罗河是西班牙的母亲河，河湾绕到萨拉戈萨的时候，传道至此的圣雅各成功受洗了7位异教徒，成为伊比利亚半岛转化率最高的地方。圣母玛利亚履行了与圣雅各的承诺，在一块石柱上显圣，萨拉戈萨圣柱圣母大教堂由此拔地而起。教堂内珍藏着当年圣母显圣脚踩的石柱，供人亲吻、触摸、邻里祈福。萨拉戈萨最低调奢华的还是隔壁耶稣救世主大教堂，低调的大门内极尽繁华雕饰的巴洛克雕像一摞一摞的，每一尊雕像都藏着一个扬善惩恶的故事。萨拉戈萨因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被古罗马的奥古斯都大帝重视，西哥特人从古罗马人手里抢走了萨拉戈萨，后又被穆斯林抢走了。抢到了萨拉戈萨的穆斯林泰法国王喜不自禁，仿造传说中的空中花园，给自己修建了极乐宫阿尔哈菲利亚。极乐宫住着着实太巴适了。天主教国王重新夺回萨拉戈萨之后，也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宫殿。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双王也在这里住过一阵子。在这宫殿里，穆斯林泰法国王把心思画在石刻镂空的草木花窗上，天主教双王呢，则把心思画在横梁上。每一个横梁上都刻上自己的名字，名字前还特意用大量的溢美之词作为定语。英俊神武、貌若潘安、气概项羽、惊天地泣鬼神、开天辟地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国王费尔南多。女王伊莎贝尔的定语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。多种建筑风格融合在这座穆斯林和天主教王族都非常满意的享乐宫，形成了独特的阿拉贡穆德哈尔式建筑风格，因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这是一个任性的城市，萨拉戈萨人民自己造了一个地球，这个地球上没有美洲，他们把美洲丢到一个瀑布斜坡上，由于斜坡空间有限，只做了南美洲。墨西哥以上的美国和加拿大在萨拉戈萨人民的地图里是不存在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汤姆大叔，15世纪的文明版图里的确没有你的位置啊。为了致敬哥伦布如此不把美国放在眼里的，也只有任性的萨拉戈萨人民了吧。这里是戈雅的故乡，任性也写在戈雅的性格之中。现在的萨拉戈萨深藏功与名，在古巷陋室中独自欢乐，在埃布罗河两岸以奥古斯都大帝之名兀自丰饶。